新闻要来看戏。这个台湾设计这个算笑话出《小鹿养生记》第2部，全新一季，这个播出就引起真济话题，增加未少趣味甲感动人的剧情。上新的一个里面呢，搬这个大家庭，这个谢盈萱对着爱情甲事业两个难题；搬小家庭，这个吴以涵呢。 因为读高中啊，开始要想要谈恋爱啊，透过多次传说，讲若写苹果，会使看到未来的翁闹出真济笑话。这个《小鹿养生记》第2部剧情接近生活，这个剧中佫将这个老母的角色呢搬甲真恐怖，和这个剧中搬母仔囝这个子玉啦、甲遗憾呢，伫开直播时，伫讲到这个家人妈妈到底敢是控制狂，啊伊嘛讲起到现实生活中因老母的恐怖的教育。Are you married? Not yet. 一讲到感情，40岁大家庭谢盈萱心啊真歹过，因为家己已经无少年啊，处理感情和生活，互伊真困扰。伊个面对更年期的镜头，到底要安怎做？在新的预告当中，除了看到大家庭的困扰，小家庭吴以涵嘛有感情的问题。车嘉蕾，你难不成不想知道自己未来老公是谁？ 无看唔到，读高中的小家庭吴以涵伫半暝写练歌，想要看未来的翁生做啥款。这个都市传说，互真侪6、7年级生真有感觉。小家庭开始新的校园生活，开始对男女之间真有好奇心。戏剧接近生活，互真侪人想到家己的当年。除了感情的酸甘甜，妈妈嘛真严格。这个画面，互大家强要笑死。你是毋偷我出门，搁偷看电视？无啊，无，电视搁烧，搁讲无。小家庭因为偷看电视学跳舞，互妈妈摸到电视机的温度掠爆，就互骂。演员吴以涵、吴主佑和导演做伙上直播，讲到伫现实生活当中会甲伊控制妈妈。因为我小时候我吃饭很慢，打麻将不是都会有那个牌子，就是牌子，然后他就是那个打我，然后他直接那根直接断成2半。 这段回忆，吴以涵他妈妈无伫咧，才甲讲，因妈妈吴主佑想到较早爸爸妈妈会用藤条甲拍，敢若是想到，伊就感觉真恐怖。很痛，而且每一次打下去就有几个地方流血。然后就是以前都是我姐跟我弟2个打架，然后我还是要跪着一起打。小鹿2剧中母仔囝剧情反映亲子性格，嘛探讨台湾女性和家庭故事，要带予观众更较侪新的惊喜。